市中心少有嘅小面積獨立別墅，它來了！300方嘅環繞邊位花園，真正做到出則繁榮，入則寧靜，並且佢個位置係位於濱江區同埋北新區嘅交界，無論去邊一度都十分方便。而且呢一個小區當年亦都屬於江門市數一數二嘅豪宅小區，住得喺呢度嘅話都非富則貴嘅。一齊跟我睇下間屋到底係點樣嘅。嗱，先嚟睇下花園啊！一入嚟咧，呢度已經係做咗一個車庫位嘅啦，可以停到2到3台你嘅靚車，並且咧係唔需要驚呢個風吹日曬。而且你睇下2層咧咁樣嘅話咧，等於2層係多咗個露台，你係可以攞嚟休息同埋種花種菜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側花園啦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4周環繞嘅花園，你睇業主用嘅狗狗亦都搭好咗呢個狗狗房噶啦。咁呢一邊咧就係入門口嘅左手邊，咁而右手邊嘅話咧，呢一度業主亦都已經係做好咗呢一個魚池喺度噶啦，過濾系統啊，全部都係有齊晒嘅。如果中意養魚啊或者養龜嘅話咧，呢一度清潔好佢，利用好就得噶。而且咧佢個重心咧，其實可以睇得出呢個魚池嘅深度係好深嘅。咁再嚟睇下花園嘅呢一邊啦，嗱呢一邊咧空間咧雖然唔會話十分之突出或特別之大。但係因為佢四周圍包圍嘅花園嘅話咧，你利用嘅地方係可以好多。咁呢一度你中意種花啊、種菜嘅話咧，就可以喺邊邊呢度利用啦。咁嗰邊可以停車，前邊有魚池，後邊嘅話咧就仲有少少嘅位置係可以俾你用嚟放下雜物咁樣嘅啦。後邊呢度咧，佢真係一個4周環繞嘅一個花園。呢一邊入去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整個環繞式嘅花園咧，面積都有接近300個方。你平時種花啊、養魚啊、休閒啊、娛樂咧，都係空間係足夠嘅。獨立別墅嘅快樂由咁樣就可以開始俾到你啦。3層嘅設計，一共係5房3個套間啦。入戶前廳呢個空間係足夠大嘅，足夠放你哋嘅靚鞋啊，同埋你嘅雜物嘅啦。咁入到嚟嘅話咧，客廳同飯廳咧就係呢個中式嘅設計，南北對流係好通風嘅，空間亦都係足夠嘅。望出去嘅話就係你自己屋企嘅私人魚池啦。咁而呢一個廳嘅話咧，最有特色嘅咧就係呢個少少嘅躍式設計，可以增加咗呢個空間嘅視野感覺會更加開闊。你睇嗱，飯廳嘅空間咧亦都係足夠大嘅。廚房咧就係開放式，呢度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少少個吧台。如果你係人少嘅話咧，2公婆喺度撐下台腳都係冇問題嘅。人多咧，呢個廚房個空間咧都係足夠你可以煮9大簋嘅。咁出去咧就係你嘅後花園啦。如果你哋中意種菜啊或者種下蔥嘅話咧，就好方便啦。喺出邊種，開到門攞入嚟就可以煮啦。咁1樓咧係仲有一個長輩房啊，可以俾老人家嚟住嘅。咁由於咧2、3樓嘅話咧，業主嘅私人物品就比較多，咁2、3樓咧我哋就唔影啦。整個區咧都係別墅嘅小區啦，所以嘅話咧佢私隱性都係比較高，小區環境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咁至於小面積嘅別墅咧，更加係稀缺啦。但係佢面積雖然係少，但佢有5個房間，3代同堂咧都係冇問題嘅。老人家可以住1樓，年輕一代住2樓，咁你哋可以住3樓，反正互不干擾。而最重點嘅咧就係佢嘅地理位置啦。出門口咧就係北新區，無論你去匯悅城啊、利和廣場啊，都係10零分鐘就可以到達。去濱江區咧，亦都係比較近嘅。仲有一個唔可以忽略嘅點，隔離咧就係泛蘿崗嘅濱江校區同埋紫茶中學。嗱，市中心嘅獨立別墅咧係真係買少見少，尤其係小面積嘅單位。咁今日呢一間咧，無論係地段、學區、裝修同埋花園咧，都可以滿足到大家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喺我評論區打獨立，我將所有資料發俾你哋。